2023年5月22号至23号，夏之梦艺术盛典与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暨意大利著名艺术大师洛伦佐·契尼奇、国际当代艺术家朱伟双个展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中心展馆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国科大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中心、团委、国科大教育基金会、学生处联合主办。在此次系列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两位艺术家不同文化背景在不同的核心艺术价值的追求中碰撞、对话、融合。意大利在世界艺术史上有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大师，为人类艺术发展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今天，国科大的师生有幸欣赏到意大利现代艺术家作品的风采，亲身体会到这位艺术大师是如何将自己的心灵直接转化成艺术表达。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以国际的高度和视野了解世界艺术的过去和现在，大大提升了师生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我们做的事情是两件，一个是为国大的学生上艺术课，就是让学科学这些未来的科学家怎么样来用艺术家的思维方式用到科学研究上，这样也是会让他们更有想象力，更有创造力。所以我们在培养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呢，也是用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家的思维方式结合来培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整个落实李政道先生可以融合这个理论所要做的双向思考。很高兴有这个主题，这个画展，这是两个大师，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意大利之间的对话，两个人的风格呢又是不一样，但是又有很好的对话。比如说，我父亲的作品是充满了色彩，充满了力量。而这个朱老师的作品，他是那么甜美，有在梦幻的感觉。朱伟教授是国科大师生熟悉的国际当代艺术家，由于东方文化背景及游走西方几十年，他的作品本身就已经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对话和融合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朱伟教授最新的作品《庚子记忆》，以小房子为切入点，表现疫情期间人们被迫将自己关进自己建造的小房子里，无法同美丽的大自然接触，也无法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如此珍贵。这正是需要人类反思的地方。在此次双个展中，让大家更清晰地体会到朱伟教授艺术中的追求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真正贡献。我们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不同国家的人，所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作品不一样，放到一起会让大家看看这个两个不同的艺术在一起，它会创出什么样的火花。在对话过程中呢，可能更明确了这个意大利艺术家的他的追求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又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艺术又有什么启发？碰撞对话过后，其实主要是融合。